夜間聊天室，你哋好，我係 Simon。我哋仍然要講特朗普。中國其實有好多方面係要多謝特朗普，佢另外一個名係川建國。多謝特朗普4月以來打關稅戰，除咗嗰啲同美國冇咩貿易往來嘅國家，其他絕大部分嘅國家都向美國瞓低。唯一冇俾美國欺負嘅就係中國，反而中國仲有反擊嘅能力。如果美國唔係對中國逼人太甚，中國又點會有一個合理原因開打稀土戰，對美國同埋佢嘅盟友進行稀土同埋相關嘅戰略物資出口管制？仲有就係美國唔單止自己打壓中國，仲叫埋自己嘅盟友一齊打壓中國。好似荷蘭係食咗中國喺荷蘭設立嘅企業資產，咁即係更加激嬲中國啦。咁即係更加俾中國知道同埋肯定美國對中國嘅壞心腸。荷蘭都冇諗到對佢國家長遠嘅壞影響，同中國交惡只會惹來中國嘅反擊。荷蘭今後仲點可以同中國攞到稀土同埋關鍵嘅戰略物資？冇咗稀土，荷蘭係做唔到光刻機。你食咗中國喺荷蘭嘅投資企業，打爛咗資本主義嘅招牌，以後邊一個國家敢喺荷蘭投資？一個好短視、好貪婪嘅荷蘭，並冇計算清楚長遠嘅嚴重壞影響。你要幫大哥打壓中國，大哥係誤判，荷蘭亦都要接受誤判之後嘅後果。今天中國唔係冇反擊同埋反勝嘅能力，將來再更新。民用嘅企業好似汽車同埋晶片嘅製造，中國嘅稀土出口係可以放鬆，因為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嘅人民都唔係中國嘅敵人。但係中國俾咗美國企業嘅稀土，就一定要係相關嘅民用，唔可以用喺製造軍事武器上，亦都唔可以拆除民用產品，攞咗啲稀土出嚟，重新再用喺製造軍事武器上，否則中國係會以國家法律嚟懲罰。如果中國係再唔提供稀土同埋相關嘅戰略物資俾美國嘅軍工企業，會為美國嘅軍工企業製造到大麻煩，因為雷達、導彈、衛星、F-35戰機同埋其他嘅軍事武器都需要稀土去製造。唔好忘記開採出嚟嘅稀土係仍然需要提煉嘅。中國稀土提煉嘅技術係領先全球，高出其他任何一個國家1到3代。中國係佔咗90% 稀土嘅提煉，所以美國係明白同埋知道中國嘅稀土管制真係捏住美國嘅喉嚨。多年前，美西方世界嘅國家因為提煉稀土就會環境污染，所以自己就唔想做，就交咗俾中國去做。結果中國就將呢個技術不斷嘅研發同埋改進。今天美西方世界都唔肯定15年之內可以做到自己嘅稀土供應鏈。呢一個就係美西方世界冇咩長遠嘅戰略眼光，造成今天對自己嘅困境。而從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直接或者間接係發動咗多場嘅戰爭，軍工企業就發大財。係時候中國係要出手，懲罰一啲大國嘅軍工企業，為戰爭死亡嘅無辜者申冤。美國如果將來因為缺乏稀土，無法做到最先進嘅武器，對世界或許會係一件好事。我之前講過，一個大國嘅崛起，必定係要喺軍事上強大。並且其他國家係想買你嘅武器。今天因為俄烏戰爭，俄羅斯製造出嚟嘅武器要先用喺戰場上，所以不少國家係將眼睛轉向中國。中國嘅武器已經向全世界顯然係使得，而且價錢係比美西方世界平，所以中國嘅武器出口係會相應增加，就係一個方向同埋趨勢。美國嘅軍工企業冇咗中國嘅稀土，就只可能係斷供，或者係延遲，或者係無限期交貨。賣武器俾台灣嘅軍工企業就更加要懲罰，100%斷咗稀土同埋相關戰略物資嘅出口俾佢哋。台灣係中國戰略核心利益之中嘅利益。美國嘅軍工企業唔好學特朗普同埋佢嘅內閣，亦都唔好學荷蘭，因為佢哋係誤判中國稀土反制同埋其他中國反制嘅能力。特朗普亦都對中國有其他貢獻，關稅戰就逼中國分散咗全球貿易佈局，同美國嘅貿易就降到去低位。特朗普嘅誤判就係以為中國係好驚打關稅戰，
中國係好驚同美國經濟脫鈎，中國係好依賴美國嘅市場，冇咗美國嘅貿易，中國嘅股市同埋經濟係會下墜。其實中國人就預備咗捱苦，中美經濟脫鈎就脫鈎，中國同其他國家繼續做生意。美國仍然係想唔到嘅，中國今天仍然係全球最大嘅貿易國。中國嘅出口，美國人民仍然係需要。中國14億人口龐大嘅市場，吸引咗好多其他國家嘅入口。大家其實對美國打全球關稅戰，心裏邊對美國就唔舒服。今後世界嘅趨勢就係大家想同中國增加貿易，咁即係話人民幣國際嘅使用係會增大。最近俄羅斯要求印度買能源嘅時候係要用人民幣。中國減少咗對美國產品嘅購買，好似大豆、農產品同埋能源，都向其他國家購買，咁就構成咗一個趨勢。咁你話絕大部分嘅貿易結算，點解唔多啲用人民幣？仲有就係特朗普同中國打科技戰，過去嘅8年就逼中國自立自強。特朗普同埋拜登冇聽到 Bill Gates 嘅説話，就係一個戰略錯誤。佢話美國唔賣晶片俾中國。中國自己研發，到中國研發成功嘅時候，美國就會失去中國嘅市場。今天呢一番説話就應驗。過去嘅8年，中國真係強大發展國產嘅核心科技，替代咗依賴美國科技呢條路。今天中國係成為獨立於西方世界嘅科技生態強國。呢一點我哋將來再更新。特朗普就時時講啲狠話，但係最後就冇去實行。古語有話，君無戲言。特朗普就犯咗好多次呢個錯誤。試問美國點可能會有威信？希望今天美國係睇到已經無法單方面去迫使中國屈服。關稅嘅後遺症，好似通貨膨脹嘅上升同埋供應鏈嘅混亂，仲有今天中國喺關稅戰同埋貿易戰嘅籌碼係更多。中國擁有稀土同埋關鍵物資嘅控制權。中國國內龐大嘅市場吸引咗貿易同埋外來嘅投資，並且中國係擁有強大嘅內循環能力。中國擁有完備嘅產業鏈，全球供應鏈嘅地位係穩健，係可以吸引到其他國家同中國進行貿易同埋投資。今天中國外匯儲備係充足，經濟政策空間係較大。中國要振興經濟，仲未用到減息呢一招。今天中國係全球軍事實力最強大，科技實力中美係旗鼓相當。美國就要面對通貨膨脹嘅壓力同埋債務問題。特朗普政府仍然係要托住個股市。今天美國政府係停擺，仲有就係兩黨分裂係好嚴重。仲有就係今天美國親密嘅盟友因為打關稅戰對美國係敢怒不敢言，所以心裏邊係諗住要走獨立自主嘅路線，為自己國家尋求最大嘅利益，即係美國嘅陣營整體係弱化咗。不過美元霸權仍然係站得穩，中國就要留意應對經濟嘅增長，維持市場嘅穩定。不過整體嚟講，美國係需要認識到單邊主義同埋霸凌行為對中國嚟講係越嚟越困難有效。同中國相處必須建立喺互相尊重嘅基礎上。仲有就係美國唔買中國嘅廢棄食物油，美國有冇替代？呢種油係美國需要嘅。如果美國係自行生產，但係美國要生產呢種油根本就能力不足。究竟川建國有冇諗清楚，用石頭冚自己隻腳？以上就係中美爭霸嘅趨勢同埋走向。咁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先啦。未訂閱我嘅網友，希望你哋快啲訂閱。歡迎大家推介我嘅影片俾你哋嘅親戚朋友，下次再見，拜拜。